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兩隻喺上個禮拜五爆量嘅港股。咁如果你想知道係邊兩隻嘅話呢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第一隻我想講嘅係6693赤峰黃金，佢喺上個禮拜五嘅量比係3.71，量比嘅計法就係當日嘅成交量除以過去5日嘅平均成交量。咁你睇到呢，佢當日星期五啦，就有個爆量嘅上升，升幅達到10至11%。圖表形態上邊佢都有個 PCP 嘅形態啦，就爆上啦。當然佢喺高位就不宜高追，希望佢可以拉回翻去一啲關鍵位置嘅時候先再作考慮啦。而初步睇嚟，大約開市價31蚊附近呢，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支持嚟嘅。咁可以睇下佢之後嗰幾日嘅股價發展先再作考慮。而 MACD 方面呢，佢而家係呈現一個金叉嘅形態嘅。當然值得留意嘅係佢之前呢亦都試過出現過金叉，好快咬腰變翻咗個四叉嘅。我哋亦都可以睇多一兩日佢嘅發展先再作部署嘅。第二隻想分享嘅股票係2587技康之路。佢上個禮拜五呢就出現一個好大成交量嘅上升啦。呢個成交量咧係上市以嚟第二大嘅成交量嚟嘅，量比達到2.77。圖表上邊咧，當然希望佢可以喺度做一啲整理啦，然之後先再爆上。亦都好關鍵嘅係睇下佢收唔收到呢一條嘅上升趨勢線。MACD 方面啦，佢就冇話一個金叉嘅形態啦，咁反而啦，其實過多一排嘅話，佢甚至會出現一個四叉嘅。而買呢隻股票嘅黃金時間其實都已經暫時唔係依家啦，因為你見到之前呢，其實都有出現過啲金叉嘅形態嘅，例如呢啲時候啦、呢啲時候啦、呢啲時候啦，其實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介入點嘅。咁所以而家就不宜高追㗎啦，都係暫時望一望佢之後嘅發展嘅形態，先再作考慮咯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，鍾意同唔鍾意都記得 CLS，我哋下次再見。